欢迎向前转到客家新闻杂志的节目现场。新年前，N C V 大家小结果，新作作弊一类轮椅假王陈全凤。佢虽然坐轮椅，唔过做得当然痛骂，经营一错，有个2万只生卵鸡嘅鸡料，无论佢养鸡卵、喂饲料，也系市场嘅送货，航空切价来。除咗请看护以外，就冇请再过其他嘅员工嘅。第4日天天过后，陈全凤有一类梦想，佢希望建立一座庇护农场，提供身心障碍人士切家做切家生活嘅工作场所。透過咁樣嘅方式，愛同有強用上海嘅朋友聽書，其中還帶出嚟一段溫馨嘅故事。5月交通大學天子護理內嘅學生嘅利用有限嘅時間，免費同陳全鳳駕駛名站。透過鏡頭向下來去作別看下陳全鳳嘅庇護農場進行到哪邊呢？同片上共款，交通大學天子護理內嘅新驗課，同學進行分組操作，有等人等下課，還有重要嘅專業愛討論。你们应该是看这个地方，看上面就一样大，但这边很贴太不好看。可是为什么这边会变颜色？就是这里到这里。張天橋係新延伸嘅學長，從學期開始，佢帶定4位新延伸嘅學弟妹，利用下課時間加寫名站。首先把它回去做成表格，这是已经是表格，这是表格，那把线叫出来，然后它间隔大一点，故意把线弄掉，间隔大一点。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。对，把间隔弄大一点，把它打开一点。做网站不是我们专业科目，我们电子物理系的。做网站其实他们一开始都不会，然后所以他们从头开始学到整个完成，花了一整个学期。然后不过到现在他们还是继续在改。4屆新延伸嘅同學，本來跟阿為到搞創業，其實張天橋學長聽笑，拄好家下嘅張天橋接觸身心障礙人士，所以今天名站嘅主題。因为他们那时候协会刚就是协会到成立刚没多久，然后我觉得说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会做网站，然后陈先生跟我说他有这个需求，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做，还不如我找4个学弟妹，让他们自己分工合作，然后去把它完成。我觉得这样可以把那个意义传承下去的。那些软体都是自己不会，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分配1人1种软体，然后自己下去学。然后去图书馆借书，然后画，像我是画图嘛，然后就画完不好再砍掉再画这样。他的网站有更新了啦，有更新哈。然后把东西给陈先生看一下。那我们那天的那个画面，你们要物嘅樣嘅內容我少解，日先學生就會來先前場逢討論，閒看難得嘅係，見到係義務聽笑。口袋连接是做成就是一个面板，然后里面会很暗的，对，你可以放照片上去吗？对。辛苦你了，真的做了研究了好久，把他们给弄得很好。然后这里是，因为我看到一个新的，怎么制作团队，我现在没看到。那个板就要放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你也拜本，你也得学生来做，你也参与你嘅公益吼，我感觉吼，你也装迄正面的啦。唔好像你遐学生吼，全部唔伫公益迄嘛该死。公益量实是同简单项。不過，佢全部可以插落來吼，你也將迄最重要嘅事情。有了結構，國家重要嘅係內容，將開始跟住我來體驗農家生活，體會行通無理片嘅青春風，完全辛苦經營計了。
这边很滑哦，小心哦。那就把它推出去了。还 OK 吗？哎，小心头哦。詹姆斯，你提醒他一下，不要陷害他。就伫个身心障碍者，其实要惩罚相当的辛苦，就会总是帮他们这样，然后架设网站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画面啊，然后比较愿意投入在架设网站上面。如果单纯为了做作业的话，我们可能做完一份作业，然后接下来摆着，打完分数，然后就没了。你们做这个东西是可以实际运用的，而且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，同时可以帮助弱势团体。这样子，这个作业的意义就不只是他拿到了多少分数。本地来了体会哈，张伟迪讲，坐轮椅的真实动艰苦，真实需要人的帮助帮忙哈。记得来体会了后，记得张伟迪讲，原来记得需要按度。交通太好嘅學生來按支持青春課，主要也係因為佢參與不悔，很想愛聽小人嘅精神，本件當幸福。45歲嘅青春課，後生家下是嚟講係建中業當有前途嘅人，而家嘢創幾百萬根本就一簡單，唔過28歲嘅人，冇生意對工體4樓跌落來，將經過團3節，必須以生人坐輪椅，就頭家下。本樣也離家出走，留下3個寒舍嘅身影同阿妹，人生亦係那對天堂跌落天獄。我事業完了啦，吼，去西門咧啦，那個公司也關門咧啦，木卡咪散迄個啦，留下來就中3隻生囡仔啦，當上唔快，到尾就1300-500。青春風本來留到4批就算咧。不過天公伯就會唔願意本佢安尼，常常了後半年外，有一擺細漢來勉強為佢泡麵，將此世嘅想法總算受到親情嘅感動。我對我們人嘅完美本性，你袂要死，一隻3歲子，我哋特啥想下，一隻3歲子想到講，驚爸爸袂要死，樣辦講，因為驚爸爸對下來時，驚媽媽做起來。驚媽媽做體後，佢心理上，該記得中阿爸一隻，該啲下10個鑰匙，該記得流浪到來，所以就在該隻個性，該隻事件吼，我愛感告訴講，我當上南機來叫，當艱苦。16年前開始。青春風3萬用自家寒窗嘅體力經營事業，一同3個成員共下起來做計了，用了10年嘅時間，計了地包有2萬隻嘅生卵雞，平均當日弄死的人1000斤嘅雞卵。愛讀書，那我們也沒什麼經費，剛開始只有進材料進來，材料落來，按天天的搭。暑假、寒假、走得走幾多就算幾多，天天咧搭起去。當日嘅訂單，攏由青春風同寬富負責送，一日1000斤嘅量，必須妥當就進前送批。時差唔會慢嘅嗬，時差唔會慢嘅。關係，嗰10萬嘅吧，應該完全見嘅攞兩樣半送。他不在啊。放你家啦。買啦，看恁家。所以一家校長兼校工一家做，
安养站为有法度维持生活啦。最主要是会大家时差有啊，练我们的反应和个连盖锻那个，就当护肩在训练啦，这样手脚才会灵活啦。有时节新春逢送货送到一半，下来去2日下平均来讲1礼拜要有1-2摆。常常身体有状况，都会有啊，没感冒，莫属蠕动没有蠕动，吞我动唔掉，中毒胃肠的问题。就算较无限，就算身体状况当上较唔样，不过这几年，新春风拢会为到一个梦想碰上碰下，慢内去。抓差不多有3分题，3分题爱到抓差不多会种有机蔬菜。爱啲就係講輪椅族嘅朋友會落來因為佢嘅旋轉空間要達到1.5米1.5米嘅，佢嘅旋轉空間佢就有法度上下同抓下1分題溫室嚟講，差不多係100萬。按抓愛規劃到抓下嚟講，差不多係400萬。新春風當初設計一所別府農場。專門設計俾身心障礙者使用，對幾年前只有想法，一下已經試得土地。楊班講，你下農地得3樣做，休耕，跟人講咧本嚟都受傷嘅回歸農業。第一個，走在蹦出去，心靈上的寄託，本佢振作起來。第二章走在本佢只自力更生的一個機會。自家就係身心障礙者，新春風也早就準備好一套本行通模擬片形式嘅經濟模式。佢冇法度，我用顧下嘅原因，我哋都做一種用個鐵架又鐵架搭過去，要做高床嘅，本佢大家單個人做，重點嘛，重點水根嘅，全部佢都做一做。頭擺自家係工程師。所以別府農場嘅工程設計圖，當然也靠往新春風。因為楊班講，你根本一張門檻我就唔得過啊！我一張斜坡嚟講，只是輕輕的帶過嚟講，跟奶水也走遠，不過那個水冇到管，我已經上一點，這才是那種修上嚟嘅愛。新春風嘅別府農場，當場已經是得開始動工。不過就會少了真少了解東風。你的计划案呢会他们 OK 没有什么问题哦，我们再会请一些专家学者再来审核这个计划，再来核定看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说跟他们说，我就两边同时进行啊。因為別府農場係一本吸衝突身心障礙人士使用。所以縣政府嘅審核貼片嚴格，當然時間也較為拖到。有問題我沒有先帳備啦，因為我們這個是屬於勞工的部分。你管呢？你送愛送你提來提去，提到每來如果一貫去突破，不過實在講啦，我從來都冇抱着一種很失望的心態，我只能說，只要有做，屬於辛苦。別府農場嘅新人有可能就會嚟到上游，因為新春風自家也是頭兩小圈，所以佢希望後天麥是在強下加入佢嘅行列。最快7月份，會送審，那7月份過了，那年底應該就會通過。我不做普通的我們做的都是有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第一個，我們的動作比人家慢；第二個，我們生產的能力也有限。那怎麼？他剛剛談到說，身心障礙的工作權，通過這個農場，我想，這些朋友在這樣的一個農場裡面，能夠自給自足的一個，自己能夠生活的一個那個能力能夠建立起來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去過他的牧場，我覺得可能。而且不是可能是一定做得到，
对，因为陈永先生让我知道说，其实我们颈椎不是什么都不能，是什么都能，只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做。对，如果他成立农场的话，如果我们能就是略尽一些绵薄之力的话，我想我会去帮助他。真的就是那个，我那时候一看到那张图我就哭了，这句话都够了。这样就送。那时候真的，我那时候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的时候，我那时候。涵盖有点请交通太好天子护理内嘅學生，全心全力義務加上명站，天窗逢嘅必富農場，唔單止就要延期聽少年嘅夢想，太學生嘅家業，日本規個過程更加溫馨。